微循環加快，對糖尿病、高血壓同膽固醇問題都有積極嘅影響。對糖尿病嘅好處：一、改善血糖代謝，微循環加快，能更迅速將葡萄糖運送到組織細胞，組織細胞得到充足葡萄糖供應，再加上微循環改善為細胞提供良好內環境，有利於增強細胞膜上葡萄糖轉運蛋白嘅活性，使細胞更容易攝取葡萄糖，從而加速血糖利用，降低血糖水平。比如肌肉細胞能更快攝取葡萄糖進行能量代謝，提高身體對血糖嘅代謝效率。二、預防發症，糖尿病患者易出現微循環障礙，繼而引發多種發症，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、糖尿病腎病等。微循環加快可改善眼部、腎臟等部位嘅血液供應，為這些組織細胞提供充足氧氣同營養物質，減少因缺血缺氧導致嘅組織損傷，降低發症發生嘅風險。對高血壓嘅好處：一、降低血管阻力，微循環加快，血管平滑肌因得到充足氧供和營養，功能改善，對血管活性物質反應更正常，一氧化氮等血管擴張物質釋放增加，使血管擴張，降低外周血管阻力，如同道路拓寬，血液流動更順暢，從而降低血壓。二、保護血管內皮，高血壓會損傷血管內皮，微循環加快，能為血管內皮細胞提供更好嘅營養供應和代謝環境，促進血管內皮細胞修復和再生，維持血管內皮完整性，防止因血管內皮受損引發血栓形成、動脈粥樣硬化等問題，進一步控制血壓，減少心腦血管疾病風險。對膽固醇嘅好處：一、促進膽固醇代謝，微循環改善，肝臟血液供應增加，為肝臟細胞提供充足氧氣同營養，增強肝臟功能。肝臟是膽固醇代謝嘅主要場所，其功能提升，可加快膽固醇轉化為膽汁酸排出體外嘅過程，或促進膽固醇在肝臟內合成脂蛋白，通過血液運輸到其他組織利用，從而降低血液中膽固醇水平。二、減少動脈粥樣硬化，血液中過高嘅膽固醇容易沉積在血管壁，形成動脈粥樣硬化斑塊。微循環加快，改善血管壁血液供應，降低炎症反應，減少膽固醇在血管壁嘅沉積，同時加快嘅微循環可及時清除沉積在血管壁嘅少量膽固醇，保持血管壁健康，預防動脈粥樣硬化，降低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。